迎来到无畏契约园一起粉丝赛现场。哎呀，大家千万别开麦呀！我真的害怕大家就是突然对我表白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恭喜你被我杀掉啦，好吗？恭喜你也被我杀掉啦！恭喜你也被我杀掉了。我说了，我这是爆杀粉丝还是很容易的，好吗？而且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们有没有让我吧？没有。哎呦，这是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不是很准啊？队友们快跟上啊！开始怪队友了，加油啊，大家！看好了啊，摇头大师，粉丝福利了啊！粉丝福利时间，全体给我起立！起立！谢谢你们，给我本身都有点自闭了，感谢加入啊！下次再见啊！